是使软弱变为刚强的。一起来，将软弱变为刚强，贫穷成为富足，瞎眼的看见，爱哭变为跳舞，一切山洼都填满，崎岖成为平原，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你的能力不比我战胜试炼和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我们再来宣告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依靠全能神，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依靠全能神是我们的事，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我们拍手，把荣耀归给神，因为神的恩典已降临在我们的身上，神的慈爱降临在我们的身上，神带领我们的生命，因为他让我们的生命有他的怜悯，还有他的恩典。我们要向他来宣告，因为我们的神永远坐着为王。阿们吗？我们要向山举目，向他来敬拜。主耶和华是满有怜悯和恩典的，我们能够投靠在他翅膀的荫下。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当我回转，衣袖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喜乐。你坐着为王，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当我回转，衣袖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喜乐。我们举手来宣告，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随洪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垂听有复活的生命。你坐着为王，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
醒，有复活的生命，使我灵苏醒，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我们可以开口来祷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遵从他，坐着为王。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经历你，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主，谢谢你听我们的呼求，让我们的灵苏醒，让我们能够有复活的生命。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要向你献上祷告，我们要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就在我们的当中，你坐着为王，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随空随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再次拍手，把荣耀献给我们的神，他是坐着为王的神。我们可以请坐，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向神来称谢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已经做了那美好的事情。主，我们要谢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我们要属于你，我们要全心全意的属于耶稣。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称谢，耶稣，你是如此爱我单单属于你。我来到你面前，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称谢，耶稣，你是如此爱我单单属于你。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我来到你面前，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称谢，耶稣，你是如此爱我单单属于你。主，我在这里，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
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能完成你旨意。我来到你面前，我们用心来唱。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呈现，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呈现，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寻求你的面。主，我们知道你是如此如此的爱我们，你为爱降生，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你的降生是为了要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要为我们除掉我们的罪孽。谢谢主，因着你的爱，我们才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主，因为你的宝血已经除去了我们亲近天父的障碍，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都是你的恩典。我们寻求你，我们渴望你来悦纳我们对你的敬拜，悦纳我们对你的奉献。主，谢谢你，在我们遇到苦难困境的时候，你并没有离弃我们，你依然与我们同在。虽然大水翻腾，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你是以马内利，你是与我们同在的主。你帮助我们走出困境，你帮助我们走在你恩典的道路上面。主，我们靠着你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才能够继续走在我们人生的旅程当中。愿你透过你自己的话语，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你所使用的器皿，向这个世代来说话，使用我们的生命活出美好的见证。谢谢主，我们渴慕你的话语，帮助我们更加明白你的心意。我们这样同心合的祷告，都是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这回来读上帝的话，记载在提摩太后书第3章。我们要从第10节来看到第17节。提摩太后书第3章，那么对第10节第10节，我们用华语，我们一起来念来。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感谢主，愿主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我们也透过这段的经文，保罗他在诉说他自己的信仰的过程、信仰的经历。特别让我们知道，咱知影讲在这样一个信仰的道路的过程当中，不是都是很顺遂的哦。神没有应许什么天色常蓝哦，但是他应许与我们同在，即使你是在患难、在苦难当中。所以我们看到第3章的第10到第13节。是他提醒这个提摩太他以他自己一家己迄款的受苦的经验，在受苦的经历当中，他提醒提摩太必定要敬虔，面对你所要面对的一些的苦难。在14节到15节的过程当中，也提醒他你所面对的、你所领受的、你所信的、你所信的，你要好好的持守，不要因为这一些的信仰的患难带来患难的时候，你就放弃了。后面一段就是提摩太，你要活出美好的见证就是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保罗他其实在讲到他在以哥念，他在第一次布道旅行的时候，一直以哥念过来的罗斯德，在以哥念的时候，差一点遭人家修理在用石头或者是在这些的凌辱当中第一次他逃过了，但是在第2次路斯德的时候，他被人用什么样？石头打人看他死死混混去可能是翘起安尼啦但是还好这些门徒看到他的时候，然后再查看一下，一个怎么背开，然后又往城里去，那我那个人不惊死的安尼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信仰，你看以前他是抓基督徒，但是后来他因为遇见耶稣，他认识到这位为人上十字架，然后他所逼迫的耶稣，所以他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他才能够面对这样一个信仰的苦难逼迫的时候，他还依然能够怎样？依然能够继续行走。所以你要看他在自身诉说伊家己安怎，他诉说自己的信仰经历伊红怕哇这边就头顶，然后传难好多被监禁等等这一些他都愿意然后在特别他对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在提醒他有人讲在路斯德，他带领提摩太来信主。提摩太为什么信主？就是看到保罗他在整个受苦在那个受苦受难的中间，他依然坚定他的信仰。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面对看到这个保罗他在整个受苦，他在被别人打，他还依然持守这样的信仰他感动，所以他顺服了保罗的教导。这是他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提醒他的属灵儿子提摩太能够持守真理，活出见证来。我们知道有一些犹太人好像这样苍蝇一样，他成为猴行就是紧追不放了所以有一些犹太人，他们从安提阿和以哥念，然后在圣经里面就提到说，他们唆使众人，然后用石头打刚才讲的在路斯德，然后他好像死了，被拖到城外，然后门徒围着他，他就起来，然后他就走进城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应该有好多人看到，但是透过这个过程当中，你看他提摩太他在那边看到保罗他的信仰的精神所以后来学者说他透过这样来信主面对所忍受的这一些的逼迫那圣经告诉我们，保罗提醒提摩太所忍受的迫害你都知道，但是主救我脱离这一切。所以
凡是立志跟从基督耶稣过敬虔生活的人，都会遭受迫害。啊，听到安尼，你要阁信无？哦，杰轩要再信吗？哦，他在考虑，不是考虑，他在想说怎么样说服他的妈妈来受洗啊。所以信耶稣也会面对什么挑战呢？哦，从家庭开始哦。哦，今天我们去除偶像啊，也没有偶像可除了，就是把一切哦，他自己先都有一些东西都先拿，但是哦，有一些东西我们还是帮他检查一下。哦，那面对这样病痛苦难说，我说，哎，这个信仰如何去帮助你哦？帮助你去面对。信耶稣不是可能马上让你好，或是怎样，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让你知道说你有盼望，你有依靠，你有救赎，然后呢，你有这样的一个靠着主加给你的力量，你可以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挑战、逼迫。我们为2个年轻人啊，他们正在面对他们家人，怎么样去跟家人沟通，要受洗，他们已经预备好，但是要怎么去沟通了？哦，我常鼓励他们哦，杰轩还有小周了哦，周成汉啊，这个年轻人哦，为他们祷告，因为面对这样的信仰，就好像保罗所说的，你为了敬虔，你要怎样起来面对，可能会有一些的逼迫或者是困难，你如何去面对？所以透过这段的经文，我们要思想说，在我们周遭的人有没有像这样的处境？我们如何用这段的经文来鼓励、来安慰他们？过来，我们看到第2个，保罗他勉励提摩太哦，你听到所受的真理哦，你看到我心上所做哦，然后你要持守这样的一个信仰，持守这样的真理。第一个原因就是说，保罗还有其他信仰前辈的见证，所以见证会说话嘞。你讲多少的长篇大论呢？牧师讲多少的道，但如果有一位弟兄姐妹，他把他生命这样的遇见神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个经历讲出来时，你看更加的感动。所以保罗在提醒他说：“你的信仰持守有2个原因。第一个，从你看到我怎么样不怕死，然后因为这样信仰能够继续往前走；还有就是，我相信耶阿嬷跟耶老母的信仰也影响到他很深。所以从长辈的信仰哦，可以帮助哦。所以我们这些的长辈们哦，我们这些的不管是长辈或是年轻人。”我们有美好的信仰，你知道可以激励，可以帮助这些年轻人。如果我们有好的榜样的话，可以激励他们继续走在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所赐福的信仰里面哦。所以第一个原因就是保罗还有可能耶阿嬷还有他的妈妈这样的一个信仰来帮助他能够持守，以后成为以弗所，成为教会的一个主任牧师也好，或者是这样的牧养的牧者哦。所以第3章的14节后半段，他说：“你晓得谁是你的导师啦？”所以在他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熟悉的犹太教的经典哦，他也知道为基督来做见证。所以在圣经里面比较现代中文译本说：“你也记得你从小就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有智慧。”这个智慧就是借着在耶稣基督里的信仰，让我们能够得救。所以弟兄姐妹，我今天在圣别礼拜的时候也祝福那个家庭了哦，然后他的女儿也在场哦。上次他的所怀的胎其实很危险哦，但是感谢主为他祷告祝福哦。现在孩子18周蛮稳定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大意，我们要为这一些的弟兄姐妹来为他们祷告。你知道你的祷告是很重要的吗？我们同心合的祷告，特别让这些初信要进入到上帝恩典的人哦，当有你的守望，当你有自己有这样的祷告的扶持哦，
才能够使他们面对这些的困难障碍，能够一一去排除。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轻忽你的祷告哦。那我们在这边祷告，就是更多人同心合祷告，就会改变，就会翻转，因为神必定出手在我们当中哦。最后一个就是保罗勉励提摩太你领受真理，你领受这个真理，你要怎样活出来哦？圣经不是安尼凊彩读到让你变大头兵要成为精兵所以在这我们看到圣经所默示的，要是启示咱后边讲啥？你读这个圣经若无挖出来，无路用啦。不要单单听到，要行道。所以在最终后面讲说，你要行出合神心意的这一些的好事，或者是善事。换一句话来讲，就是讲这个犹太经典的权威在于它能够引导信徒在生活当中，然后行出合乎上帝的心意。他们很注重宗教教育第一呢，额头，第一呢三姑这些三姑其实都在提醒他们。很可惜，后来有一些成为仪式，成为怎么样，好像一个做给人家看但是如果犹太人他们好好的持守这样的一个信仰宗教教育的时候，从小就教导他们明白。我相信罗伊就是提摩太的瓦嬷，还有他的妈妈，从小就教导他明白圣经，所以对他有很大的帮助。所以透过这样，我们看到保罗再加上他提醒他你从小领受这一些的真理，就是要帮助你未来要行什么好多的好事所以准备妥当。我念那个比较现代中译本说，准备妥当，得以行各样的善事，或者是你充分预备好，可以为着行各样的善事了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保罗他就提醒这一些的善行，其实是在他所写的这些教牧书信，这些的书信当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透过这样让世人可以看得见你所做的，然后了解你背后所信仰的，然后让神的心意跟你的好行为能够怎么搭配。这个就是耶稣来在提醒我们他来要帮助人不只是你自己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也跟人有好的关系。透过这个善行，大部分在讲可能寡妇她接待远方的亲人，养育儿女，或者是羡慕监督之子，或者是妇人甘心施舍等等这些在我们其实这些都是生活上的一些的事这都在提醒咱好事是在生活当中，在很多可能微小的当中，当你做了，人家感受了，感受你的爱、关怀、温暖，他看见了神愿主来帮助我们。等一下，我们有很多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分享他们生命的见证。其实信仰帮助他们走过他们生命的困境，走过这些的危机让他们再次站立，可以在这边见证上帝的恩典。所以这也是保罗他自身的见证，然后他勉励提摩太，今天也透过这样勉励你我不要放弃那在困境当中，因为有人为我们祷告。今天在这样的一个圣别礼拜当中，我也鼓励一个姐妹她面对可能他们年老，然后要面对这些的经济的困境可能失去了一些，但是他还是说感谢神感谢主还有的吃还有的住，所以他预备有一些的退休的这样的一个用途，但是一下子失去的时候，刚开始会很难过，但是他说牧师为我先生祷告，让他真的是能够兼顾他的信仰，不会因为这一些的困境来影响到他对神的这样依靠。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谢谢你让我们透过保罗鼓励他属灵儿子提摩太，如何看到他自己自身在宣教的过程当中，伊所面对的这款的困境、压迫，甚至互人拍。面对这些苦难，提摩太看在眼里，所以也帮助他面对这些的生命的见证，让他能够坚固他的信心。也透过彼此的鼓励，让提摩太的信仰能够活出美好，能够成为牧养的这一些的牧职，然后能够帮助人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主，谢谢你今天使用这些弟兄姐妹，可能在他们经过这些困境的当中，有好多弟兄姐妹为他祷告，他走出来了。今天要见证上帝你的恩典，愿你赐福，分别以下时间为圣。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主，因为伊应允咱凡事道来吼，听上帝人得到利益，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在5月15，就是疫情开始严重的时候，教会就开始推动那个线上小组。那所以虽然疫情带来许多不便，但是借着这样子的线上小组的操练，让我们慢慢可以习惯说在空中彼此的分享、彼此的带导。所以当教会开始推动那个 RPG 复兴祷告小组的时候，那因为我们已经很习惯线上的方式，所以就可以利用线上的方式一起来祷告。那后来就是用线上的方式一起来读经，所以上帝真的是很奇妙的上帝。那所以我们之前在11月准备的时候，就是大家准备今天的见证是要讲 RPG 的见证，可是我后来发现他们大部分都是讲那个读经的见证。好，以下时间交给美月。我会紧张。我不要弄这个吧。天父上帝，我感谢你的照顾，今天可以来到这里分享见证。我小时候因为家庭的关系，在学校放学后要帮忙做家事，到了晚上家里又没电，所以就没办法好好读书。在国小毕业就开始去上班，因为书读不多，认识字也很少，后来因此又被骗。目前在打官司中，在小组祷告，求主让我认识更多的字，可以读圣经。为要认识我所信的上主，感谢赞美垂听我的祷告主。很奇妙的，在祷告后，我去参加礼拜的小组聚会，在聚会中，每次都会大家轮流读和分享牧师讲到的经文，我就变得越来越会练。加上11月底开始，每天晚上我们小组的线上读经，大家都陪读，差不多3个礼拜的时间，主就让我认识和会练的字更多，越练就越顺，只有少数几个字不会练。因此开始读经以后，上帝也改变了我长期以来的生活习惯。
我本来爱看电视，但现在都不想爱看，变得很喜欢读经。我以前无法自己读圣经，总是要有人陪读。现在我已经可以自己一个人在家读上帝的话语，感谢，非常感谢上帝。总是我在需要的时候，都会差派小天使来帮助我，让我能够读圣经，在真理中更认识他。感谢赞美上帝，一切荣耀归给上帝。谢谢。我们再给美月一个热烈的掌声，请大家再给美月一个热烈的掌声。美月刚才问我说是差派小天使还是切派小天使，我说你怎么念我们都听得懂。那接下来是慧君小组长，但是因为他从林口下班过来，那有一点来不及，那我帮他补充一下，他的意思也是鼓励大家可以线上读经，因为我们一开始不太知道要用什么办法来帮助，因为我们组员就是有一些他的母语是菲律宾语的，就是读圣经也是比较慢的。那一开始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读圣经，所以我们 RPG 以后，因为已经有一个 RPG 的4人群组，那就用那个群组那就是每天晚上线上读圣经，一人读一节。那我们昨天晚上听了庄牧师的分享，才觉得说，那个我们好像超前部署，因为庄牧师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我们如果用眼睛看圣经的话，是眼道还有心道是2道。可是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是眼道，然后嘴道，然后耳道，然后心道是4道。所以就是鼓励大家那个出声音读圣经。那线上读经的话，就可以有这样的好处，而且是大家一起读，所以都想要偷懒都不行这样子。好，那接下来的话就是第9组黄思怡姐妹她的生命见证的录影分享。那思怡她在 RPG 里面，她最喜欢的部分就是中间那一段那个经文导读的部分。那她也非常的感谢那个英文牧师，就是带领她读那个约伯记。那我们一下就来看她的见证分享。今天见证分享的是读圣经改变了我的眼光。神真的太奇妙，在我陷入人生难题的时候，阅读到约伯记，翻转了我耳后的看事情的角度。读完以后，自己有很深的感触。受洗以后，我的日子并没有变得更好。受洗的当天晚上，同在我们父亲的鼓掌，在参加我们的受洗典礼后，晚上就去了天家。紧接着，我自己的爸爸也生重病，然后家里的重担就落在我的身上。在父亲重病的期间，我也失去了自己的工作。母亲也罹患乳癌，她需要的照顾。所以在爸爸离世没有多久以后，我就把母亲带来身边同住。同住的期间，自己的身体就出现了更严重的问题。和先生结婚了10年，一直都没有能够怀孕。健康检查自己有肌瘤的问题，自己已经做了2次的手术。就算手术清理的再干净，思雨本身的体质就是一个非常容易复发的状态。大家都给我很多的建议及关心，思雨尽力的去尝试，可是始终无法得到良好的医治。今年的12月，医生又宣告一次，我的子宫长满肌瘤，已经没有生育的空间，加上因为我的年纪的关系，生育率只剩下不到5%。这我非常要感谢的人就是音乐牧师。音乐牧师，你是我的心灵导师。当你在分享约伯记经文时，让我有深刻的体会约伯当时的心境。很多人关心我、爱我，只是身为当事人的感受，不是旁人可以同理的。但
我应该要向约伯学习，用祷告祝福的心来感谢每一个人。身为基督徒不孕的问题，使我心里加倍的痛苦。但在读懂圣经以后，虽然自己得接受无法生育的问题，知道自己还是有其他的选择，我可以勇敢面对问题，为自己所爱的一切付出心力。人生的难题很多，圣经早就给我们很多的真理，但需要我们来阅读发掘。每个人的领受不同，鼓励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共读，读懂圣经，使生命重新得力，用新的眼光成为新造的人，用代祷、用祝福来接近自己，使我们有正直的灵。约伯记的42章5到6节，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芦荟中懊悔。这是约伯自受难以来首次安于现实的苦境，不再受到委屈不安。他已经脱离了身心痛苦的羁绊，在上帝的救恩中，他不将自己局限在自我的肉体的痛苦上，或者聆听别人对他的批判，解除了自己身心的一切痛苦。这一句经文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也在这边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都平安喜乐。让我们一起来共读，找到自己脚前的光，人生的盼望。思雨就分享至此，各位平安。好，感谢主哈，那个带领思见雨证分享。我觉得在人看来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思雨受洗以后遇到这么多的苦难？可是我刚才想一想，这是因为上帝爱思雨，他知道思雨将来要面对这么多苦难，所以因为你看很多人他是很久都没有受洗的，可是上帝爱思雨就让柔软他的心，让他能够先受洗，然后才有在上帝带领下可以面对这么多的苦难。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请第9组的那个宝和姐来分享见证。好，宝和姐是我打算下一个邀请参加 RPG 的对象，那她现在先分享那个之前上帝在她生命中的见证。较歹势，我今仔日吼，我人较细汉，所以我要求讲，这安尼伤悬吼，我看袂着安尼吼，歹势嘿。我李牧师、老师娘、老牧师、思谦牧师，甲各位的长执，甲大家兄弟，大家新年圣诞节快乐，平安，真欢喜，真感谢主，我今仔日会当徛伫遮来讲我的个人伫即摆我急诊去病院发生的代志。我大声爱将遮的一切荣耀归伫咱伫天的爸阿爸爸上帝。因为若毋是伊的恩典，伊的怜悯，伊伫我身上所做，实在是真正奇妙的一个奇迹。这个代志是伫7月15的早时，我食饭饱的时，我咧开始咧准备我逐工所要食的药啊，摕药仔的盒啊，甲药包，伫遐咧放落迄个药盒啊。阮遮孙出来看到我咧用，伊就讲：妈妈，你是安那较会？我看你定定拢咧用迄药啊，你是分袂清楚是？你是搞不懂哟？我讲无啦，我是详细看安尼对啊毋对安尼，若食毋对嘛袂使。伊讲。我看你定定咧无用呢，伊讲因为妈妈4个盒啊尔，所以
感觉时间足紧，死死才用一届，死死才用一届安尼。所以我足清楚的，我用几啊年啊拢无代志。伊讲毋过我看你怪怪呢，你咧用拢用足久的，而且你的迄落个迄拖内底哪会遐济药啊？你逐日拢咧门诊啊，你逐月拢爱有迄落连续处方都有药啊，你谁那内底个药啊遐济？我以前食剩的啦，我拢甲收咧安尼你收的要创啥？伊讲我囥伫遐我若有当时的阴暗时血压较悬的时我着搁去摕一粒来掰一半来食安尼啦。伊讲你家己做医生哟？我讲毋是啦，我安尼较会放心去困安尼啦。所以伊感觉讲我怪怪，结果伊就走去甲因大哥，我的大囝讲妈妈怪怪呢，迄药啊毋知是拢毋捌啊是安怎样，逐摆拢用足久的，毋知咧创啥货安尼。所以隔日阮团后生甲新妇就来找我，讲妈妈，你敢会当甲讲你即摆是咧食啥物药啊？互我看卖啊好无？我就摕出来药包，甲药盒啊，互伊看，我就食这。阮才算讲，无啊，伊迄拖内底还佫足侪药啊呢。阮才算就怎摕出来，规袋啊，陆陆的规袋安尼。阮新妇摕起来看看，讲妈妈，你这药啊拢过期的安尼，你佫咧食我讲我都也无安怎样啊。我这药你袂使甲我等倒角因为我有当时会唬人啦。伊讲，伊讲，因为有人捌甲我讨啊，我会互伊啊，讲你家己拢你咧家己咧做医生，安尼袂使，这药嘛袂使黑白互人食的，你哪会安尼？我真正拢甲我收去连我当月的药啊拢怎假算怎拢甲摕去，毋互我。伊讲妈妈，对今仔开始，你的药啊拢伫我遮，你若要食的时来找我。我讲，安尼我足无安全感的呢，安尼是要安怎拜托你啦？你互我，我袂晓啦，因为你佫甲我赶了啊，剩遐尔，你佫甲我客去，我拢感觉无安全呢，边仔无药，我食遐久啊。袂使啦，我甲拜托伊也毋互我足坚持的安尼呢，无爱互我，我就开始收起啊，从昨就收起，小可收起，昨较小可收起，因为药还袂摕掉，第二天我就较收起啊，到阴暗时，伊拢转去，迄大新妇，甲大后生拢转去啊！我到暗时要食饭啊，就叫讲要食饭啊。讲妈妈要食饭啊，紧来食饭来。我就去食饭。我拢无爱讲话，点点，伊知影我咧生气。我就点点啊食到一半，我就全部爱食，猪就囥咧，全点点坐伫遐。阮囝讲妈妈，你都还袂食了，你就袂紧食。阮第二媳妇嘛讲，妈妈食饭啦。阿孙仔嘛讲，阿嬷，你紧食饭啦，你紧食饭啦。我拢点点无应呢，因为我迄阵拢节目话都拢无爱讲，敢若生气尔啦。圣经讲，迄生气袂使到日倒呢。毋过我迄阵实在是足气挡袂牢啦，足袂爽快啊。结果伫迄个时阵有一个声甲我讲你死定了，足清楚伫我耳仔甲我讲你死定了。我想讲，我死定了。阮才算，我若拢无讲话，阮才算坐伫我的头前对面，伊怎行过来甲我搭咧，
甲我手掠掠咧，讲妈妈，你紧食啦，你食啊，你人若无爽快吼，我带你来互医生看好无？看你要去看倒一间，吼，你讲要门诊遐看，还是要迄落个桃园遮个病院，吼，圣保路啦、民生遮个病院，逐间讲哪口，还是你要去马街，我嘛带你来啦，我载你来安尼。我就想讲，啊，我就死定啊！我安尼出去吼，我会翘起咧吼，啊，阮囝伊是发生车祸受伤啊，我会佫害着伊啊！我嘛是拢定定无讲话，吼，我拢无讲话，啊，无讲话，佫过来，老实讲，我拢完全毋知影发生啥代志。伊讲我怎身躯足。我是过头较问伊讲，我过来是安怎，我毋知影。伊讲我阵啊身躯手拢僵硬安尼，啊伊就怎讲我安尼，就赶紧敲电话叫阮大囝较新妇较紧来，因拢来，啊来看我脸色会不对劲，啊就甲我换衫甲我换，伊知影我惊寒。骹拢爱穿袜仔，伊就甲我穿袜仔，啊，甲我换衫，啊，就赶紧迄阵拖咧时间有那真暗啊，啊，赶紧敲电来互牧师，甲伊牧师讲，伊牧师讲妈妈即摆情形是安尼呢，要安怎？牧师讲，你赶紧甲妈妈送去大间病院，吼，赶紧去急诊，啊是啥？迄落。甲恁的迄落个亲人讲，啊，伊就赶紧联络厝里的人，啊，嘉谦迄阵住伫温哥华，伊也接到这个电话，伊当然听到妈妈安尼，伊真紧急，伊嘛真烦恼，讲安尼要安怎？哥哥，你较紧看想办法啦，看要安怎样？我直接嘛到基岛想办法。所以伊有缘敲电话互伊个牧师，啊，咱个牧师嘛是听接这个消息，就赶紧随伊个网络的祷告网络拢发通知，替我祈祷。啊，嘉谦也是伫遐，伊就联络台湾伊个牧师，那是上网，有那联络祷告网，为着即个代志祈祷。啊，我去到因怎送我到要去汕头，汕头是去的是问医生讲，啊医生，我妈妈安尼是到底是安怎样？伊讲可能是心肌梗塞。啊讲啊，若安尼要安怎样？伊讲较严重会死啊！吼，听着死，逐个嘛惊吼，因着足烦恼的啊。啊，结果我伫遐。拢点也袂讲，无讲话，干那手比来比去，安尼连面伸悬，连面伸低，啊连面骹连面举起来，连面安尼，肩啊拢硬硬，拢硬安尼。啊，嘉生就怎啊个？医生讲，啊你拜托一个，你会当甲阮妈妈煮一支迄落，互伊会当较轻松的药仔会卖，无阮妈妈拢无困安尼，吼。啊，结果甲有甲我煮，啊煮了有甲，互我有休困，头倒讲头倒有半点钟安静安尼，佮醒起来时嘛是佮比来比去，连咪翻来翻去安尼，到底毋知咧变啥货，啊医生来看讲可能妈妈安尼毋是迄落个心肌梗塞哦，毋是，毋知是安怎，爱佮检查安尼，啊结果。伫迄个时阵，我嘛毋知要安怎样，因为我拢毋知人着对，毋知影。到尾就有听着声音，甲我讲，因为我伫迄个时阵也拄啊好，我会当看着阮兜的大汉迄个大汉囝的新妇，因规家口家里的人全部都来。我都看到他们全部，连迄个温哥华的嘉千人规家也拢转来，啊，
阮老公伫泰国哦，伊也转来，拢看到遐个人拢转来，拢伫我身躯边安尼，互我看到，安尼。啊，我无意识，迄阵啊拢无意识，就知影有即个代志，啊，搁再听到主耶稣的声，甲我讲，讲你喙爱讲话，喙爱出声讲话，爱讲话。啊，我想我毋知要讲啥话，讲你爱呼求啊，你呼求，我迄阵就开始呼求。上帝啊，救我！上帝啊，救我！主耶稣救我！伊讲，迄声音甲我讲，你爱讲较济咧，你爱讲较济咧，一直讲话。我就有那讲，上帝啊，救我！主耶稣救我！哦啊，迄个个，我跟你们讲哦，我跟你们讲哦，我爸爸是牧师，我爸爸是牧师啊。我是嘉谦的妈妈，我是嘉谦的妈妈啊，我的名字叫做黄菜宝盒，讲人报告安尼啦吼，啊，佮一直重复，一直讲，佮讲我甲恁讲哦，恁爱会记住咯，迄个个上帝哦，是创造世界的万有的上帝哦。创造宇宙的上帝，哦啊，我们要信靠他啊。可是我们人犯罪，都做很多坏事，哦啊，上帝觉得我们世人都不悔改，做那么多坏事，所以他差派那个他的独生的儿子哦，就是主耶稣哦。主耶稣到世界来，哦，成为人，跟人一起生活，哦啊，传福音给世人，叫世人要悔改，做对的事，做上帝喜欢的事，安尼啊，我们每一个人呢，一定要借着他，才能够得救哦，哦啊，后来我讲。很多都是这样重复在讲，可以讲到死，因为他说要讲久一点，我就想说我会死掉嘛，我就说死，一直说死安尼啦，一直死足长的安尼，足久的安尼啦，安尼啊到尾我就讲，我刚刚说会死，绝对不会死，我跟你保证，哦，我跟你保证，你如果信主耶稣，一定不会死，哦，啊这个时候。我听到那个什么，那个外面那个工作人员说，把这个患者转院，赶快转院，哦，转院，因着准备要甲转院，啊转院是，搁一时啊就听讲，不用，直接叫那个殡仪馆的车来。直接叫殡仪馆的车，啊，我有听着讲，啊，我就要翘去啊，哦，啊，结果听着讲殡仪馆的车，我也是很冷静哦，我很冷静，主要是就又出声音跟我讲，孩子，你不要怕，如果你真的死了，你到一个黑暗的洞里面去了。你已经到黑暗的洞里面去，你觉得你已经死掉了。你记得你的2个手要握拳握好，往上举起来，往上举起来。我一定救你出去，我一定把你救出来。所以我真的那个殡仪馆那个车子就来的时候，就是说把我送到，真的我已经进到那个洞里面，
暗了。结果我知道我进到一个很暗的洞里面去，然后我的头高落去啊，我就知影死啊，我已经死去啊。所以我记住主耶稣有说我手要抬起来啊，我就赶快抬起来。结果一下子，我真的就出来呢。那个工作人员说：“赶快推到那个电梯里面去，到那个急诊室去。”哦，就听到这样子。再过来我就不知道了，都不知道，没有什么意思。然后到第二天，因为什么没有那么快看到，就是因为那个省桃的那个急诊室有4个人，2个是心肌梗塞在急救，啊，有一个阿嬷也在等，我是第4个呢。哦，啊，要问医生，孩子问医生说要等到什么时候？他说可能要明天了，要隔一天。我妈妈都按那要搁等一天咧翘起的，哦。结果真正到隔工，迄个黄国伦牧师又熟悉联络到有一个迄个联心的医院中立啊，有一个联心的医院，迄个副院长就打电话来互杰森讲，你赶快甲妈妈送过来这边，我拢准备好势啊，我才拢过来安排好势啊，甲送过来。结果我转去迄个联心医院遐，去到遐啥物我都唔知，可是我还是知道，我有呼喊上帝啊，主耶稣啊，救我！哦，重复的话也是讲说，主耶稣是来到世上是救我们的，我们一定要相信他。哦，我们相信了他就得救。以后，耶稣因为来的时候被罪人、被坏的人害死了，他死了，他升上天，好多人都看到做见证。他说他要回到天家去，他以后也要接我们信他的人到他那边去哦。哦，我拢底下拢讲这话哦，啊，然后我也都不知道到去联心那边，到第2天我才醒过来的时候，我家一个倒伫一个加护病房，拢无人，干那我一个尔。啊，迄个后壁有2个拄仔，剩的是壁，头前一个大的玻璃，拢空玻璃，啊，遐有护士坐伫遐咧办代志一个，因为迄个护士就是要互内底迄个人若有代志，手举起来，伊就会入来甲你讲，看你要创啥。啊，甲一个迄个门推门安尼，细门推门要互因入来安尼。哦，我伫遐，我醒起来是讲，啊，我哪会人伫遮？啊，我毋是死啊！我讲啊，主耶稣甲我救出来呢。所以我迄阵，我的心是非常的感谢。我就随认罪甲主认罪，讲主啊，我得罪你真济。我虽然是牧师的囝，总是我知影，阮得到这个信仰，老爸老了这好的信仰。我知影讲，阮信主你是一个真福气的人，聚会嘛会参加，礼拜日嘛照常去礼拜。圣经嘛照常读，总是主你赦免我拢无追求的心，哦，我无追求伫灵性，无追求，然后我拢无感觉讲，我甲主你足有密切的关系，迄个关系拢感觉袂受袂感觉到，拢无感觉到。我即马好胆甲你求，主啊，你是毋是互我会当看到你？哦，我一个安尼讲的时候，
我头前迄个玻璃吼，做了一个异象出来，就是收卖迄个卖场马仔场，规片的马仔场，啊敢若两个咧做咧修行尔，拢无人，两个咧修行，啊后壁两迄落两只迄落个牛伫个后壁遐，啊因着修到遐个时，迄两只牛仔无去，搁再变一片会要收，啊嘛是安尼在做咧收了，搁换一个镜头出来，第二个镜头就是迄个玻璃怎无，迄个镜头就无去，就变迄个玻璃怎变一层，拢总有6层，有假仔的6层，按头一层，拢放一个客仔，放碗，第2层搁放客仔，放到村头落半笑的时，就无搁放啊，就摆第3排，摆到要到迄个欠开迄个所在，伊自动遐就填满，安尼第4格，共款咱的中脑气遐的所在，伊就留咧，就搁摆下骹，到尾就是安尼6排拢是即个情形，安尼拢填满。主要说，互我看到即个景致，将即个意象互我看，我看了，迄荧幕都无去，我就真感谢主，因为伊伫甲我讲，我做工做无够，吼，拢逐个可能借着我，有哪要甲逐个提醒讲，咱得爱出来做工，吼，啊出来。认真传福音，吼啊！迄个欠亏，迄就是讲，咱拢有欠亏，拢爱甲上帝求讲，我欠用啥物货，我需要啥物货，上帝应允咱，你所求的，你求啥物，伊拢会互咱，咱来有信心，毋是随时，有时毋是随时互咱的。有时咱爱等待，迄个空徛就是空，迄个空徛就是要，互咱讲，该有等待的心，吼。所以我真欢喜，我知影时间差不多啊，我也袂当阁继续讲伤济，吼。那以后若有时间，我阁继续会当阁讲的时，我再阁讲，吼。感谢大家，因为恁替我祈祷。是足有气力的，爱会记，咱咧替人祈祷的力量是真大的。以上多谢大家。感谢主，咱大家爱会记得，遇到困难的时候，什么都忘记了，就一定要说上帝啊救我，主啊救我。然后当上帝救我们的时候，就是记得要为。
我们志鹏组长的就改成写见证，然后那个给音乐牧师登周报，然后再下一页。好，那就是感谢神，那个我也是用写的好了，然后感谢神，我的妈妈那个经过牧师多方的邀请，还有大家多方的祷告，她终于完成了那个面谈，1月9号也是要受洗，感谢主。好，那时间交给那个。好，我们现在要来祷告。首先要来为我们一起来念下一页。首先，我们一起来念。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咱同齐举手来宣告。我爱学习主真理，面对艰难无放弃，性命活出主心意，全人得救称做义。阿们。我们一起来看，首先要来为教会事工祷告。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要为牧者及长职团队合一的服事来代祷，再要为2022年事工计划及服事来代祷。再来要为小组事工推动牧养，我们有成人牧区、青年牧区、儿童牧区的开放式关怀小组及领袖小组倍增来代祷。我们一同开口来祷告。这等一下还有，再要为33号2楼新堂及49号1楼的装修的空间运用来代祷，要为推动复兴祷告来代祷，大家一起能够同心合意的祷告，经历上帝丰盛的恩典。再要为圣诞的节庆、教会以及社区的福音的行动来代祷，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就在我们当中。主，我们要为了教会来祷告，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设立在这里。主，我们可以成为光和盐。主，我们特别为了牧者，还有为了长职团队，能够合一的仪式来代祷。谢谢你，是你选召我们来做神你的工，与你同工。主，你来帮助我们。当我们看到这当中彼此不一样的时候，神有从你而来的眼光跟智慧，那像盐一样来调和在我们的当中。主，让我们用智慧来在事工的上面，主，让我们来关怀人，让我们在进行每一个牧区的调配的时候，神的恩典。谢谢主。慈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为教会的事工来代祷。首先要求神掌权在教会团队的服事上，使牧者团队牧养教会有意向、有智慧，并且能够带领长职同工同心的服事，有团队侍奉的精神。求神带领大家在服事的过程中，能够享受侍奉的乐趣，从神得力。主啊，求你来帮助教会各事工部在规划2022年的服事能够顺利，以及各小组事工的推动牧养来顺利，也要为教会推动复兴祷告，能让大家都能够共同来参与。我们要亲近神，并且要改变自己。我们要热切的祷告，寻求主的心意，进而求神大大的来复兴教会。我们也要为新堂的装修及本堂的整修来求神赐予智慧，让所有的空间都能够被好好的运用，让江南教会能够成为桃园福音的发源地。同时，我们也要为圣诞节庆的各项活动来祷告。我们希望借由节庆的活动，能够吸引更多的慕道友来参加，
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耶稣降生带来的好消息，以及体验到神的爱与赐福，进而吸引人来归向耶稣，归向神，求神来掌权。我们要不断的祷告，渴慕追求主，求主看顾保守教会的一切。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再来，我们要为圣诞节庆的预备以及收歌来代祷，我们一起来念。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也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咱同齐举手来宣告，福音正声得大胆，催逼大家来顺探，修行需要人帮赞，尽心做工主称赞。阿们。我们一起来看，圣诞节庆代祷的事项。首先要为12月24号，就是这个礼拜五呢，晚上桃园统领有举办平安圣诞夜的晚会来代祷，欢迎大家共同来参与。以及12月25号，就是这个礼拜六，有在教会举办台北爱乐演奏家乐界四重奏音乐的飨宴，我们一起为这个活动来代祷。然后再来也要为25号礼拜六2点开始的青年牧区有举办一个圣诞玩过头的活动，我们要一起来开口为这些圣诞的活动来代祷，一起。好的，主，我们护理民来为了圣诞节，特别是统领这个外场的圣诞晚会，主啊，我将天气交托在你手中，你来掌管整个天气，因为是在户外，主啊，让这样的一个福音的活动能够顺利的进行，主啊，因为你是掌管万有的天气，为了礼拜六这个爱乐演奏家在教会会堂的在这当中，让我们能够顺利的能够在那边有好的这样的一个活动跟布道，做护理民也来祝福，也让不论是音乐会或者是青年牧区所举办的这样圣诞晚过头的福音活动，主啊，让你使用这些年轻人来赢得这些的所认领的对象。爱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欢喜快乐来到你的宝座前。我们要来为我们教会目前所筹备的各样的福音这样圣诞的事工来祷告，包括12月24号，就是统领百货广场的平安圣诞晚会，以及教会所举办的乐界四重唱的音乐飨宴。12月25号，青年牧区所举办的圣诞玩过头各样的事工，我们求主赏赐给同工们有够用的恩典、够用的体力，来完成神所你要为他们所预备的，所赏赐给他们的能力与智慧，来完成各样的事工。主啊，在这样一个温馨的圣诞的节庆当中，让我们来知道主耶稣降临的日子是我们所喜悦的，是我们所要欢庆的。我们为我们所邀约的慕道友以及福音的朋友能够参与这样的一个聚会，也让神的爱透过我们能够涌流出去。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迦南教会能够成为这样一个福音的出口。谢谢你，让我们愿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在福音的季节当中能够经历福音的大收割，让我们的迦南教会成为得人如得鱼的教会。愿
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请一起站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主耶稣，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当我回转，依旧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喜乐。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随洪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作者为王，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随洪水翻腾，我坚信仰望你。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再来宣告说：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随洪水翻腾，我坚信仰望你。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那么为着咱的兄弟姊妹心灵来祈祷，咱用主的话一起用主的话来宣告说：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我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荣荣，是我的神。咱奉主的名做来宣告讲：我若心情有艰苦，赶紧亲近主耶稣，求伊伸手来保护，予我心神得眷顾。阿门。咱要为着这年老衰老的兄弟来祈祷特别为着这陈吕云姐妹之前说差不多要回乡一下，但是祈祷了要搁到单那真的是神自己来安排他的日子咱为着这伫身躯病痛的感情的这兄弟求主来帮咱来医治特别我们为吕美惠姐妹她这次要受洗那我们特别为她有一些的转移到这个泌尿系统那我们恳求主透过不一样的疗法来帮助她来得医治我们也为了这些在病痛的弟兄姐妹恳求主医治的大能与他们同在这些拢有的是比较年老体弱我们为他们来祷告特别为宝儿姐然后让刚才那个摔倒求主来帮助没有什么这样的一个大爱，我们恳求主来帮助、来扶持、来医治。特别我们也感谢主那个佩杰国烟他们夫妇得到一个宝贝愿主来赐福弟兄姐妹，我们开口来祷告，我们开口来为这些病痛的，为这些癌症的，特别在软弱当中，我们开口同声来为他们守望来祷告，求主医治的大能与他们同在，主医治的大能充满在这些的弟兄姐妹，可能他们充满这些的绝望的过程当中，主医治的大能充满与他们同在。哈利路亚。主啊，你医治的
与这些弟兄姐妹同在，帮助他们能够经历神丰富的作为。特别我们也为了这些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在这样的一个苦难、病痛的过程当中，主你医治的大能来监听。主啊，我们恳求你医治的大能充满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经历你丰富的恩典。主啊，恳求你赐下你的奇妙的作为。特别我们也为着宝姐刚才有这样摔倒，求主你自己来医治，求主来怜悯来扶持。主啊，谢谢你，我们在患难在苦难当中，你依然与我们同在，扶持我们。主啊，谢谢你，我们也感谢赞美你，赐下新的生命来到这世上。主啊，让国元子嗣他们夫妇得到这样的产业，就让天天能够从小到大充满你的恩典，充满的慈爱，充满你的带领。谢谢主，谢谢主。我们将这些弟兄姐妹交在你手中。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感谢你。我知影我世前有艰苦，有苦难，总是伫你有平安。奉你的名来祝福，互阮的这兄弟姊妹，特别伫苦难、伫病痛、伫软弱中间，有主你的同在，有主你的扶持，有主你的帮助。特别面对最这感情，阮看兄弟姊妹因伫这失去衰烂的过程中间，主你与伫关灵充满甲毋相同在。主啊，阮也看见最这的万姓被在困扰阮的兄弟姊妹，主你有缘帮助扶持因，互因靠着主你所加添互因的开力，面对着这款的万姓、这款的久年的病痛，主啊，你互因会通拿瓦靠主你，互因面对因身躯的病痛中间，会当呼求你，主你伊的关灵也充满甲相同在。主，阮也献上感谢，因为你赏赐产业伫国恩甲佩杰因夫妇的中间，互因会当欢喜快乐领受这个新的生命。主啊，奉你的名来祝福这个世囝，互因伫一生拢充满上帝你的恩典，充满上帝你的祝福。主啊，阮当心伫你面前祈祷，恳求你赏赐更较大的这个祈祷的开力，充满伫阮的兄弟姊妹中间。当我们同心合意祷告，就要看见神你奇妙的作为充满在你的教会。当我们一起来祷告 RPG 的祷告，主啊，我们就看到更多神迹奇事在我们当中来发生。主啊，我们奉你名来宣告，主你的大能就充满，你的医治充满，主你的带领，你的供应就充满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的身上。主啊，我们同心合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宣告，来回应主的恩典。将软弱变为刚强，贫穷成为富足，瞎眼的看见，爱哭变为跳舞。一切山洼都填满，崎岖成为平原，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你的能力扶庇我，战胜试炼和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再一次来宣告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拍手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
主，谢谢你将荣耀归给你，将一切的平安、喜乐、盼望跟赐福赐给敬畏你的人。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的祷告，同心的赞美，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愿上帝的平安与大家同在，请坐。